如果你而家正在尋找一個列治文市中心安靜即買即住嘅優質混凝土住宅，咁你呢個單位你一定要睇。歡迎嚟到 Quintex Tower B 15樓嘅1503單位，一房加書房，東向園景，設有冷氣，幾分鐘咧就去到天車站、大型商場同埋超市。而家我就帶大家一齊去睇下。呢個單位位於 Quintex Tower B， 係一棟2013年落成嘅高質素混凝土大廈。全座大廈一共有16層，合共93個單位，由 Canada Sunris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發展。整體以結構穩固、設計現代同埋實用度高而見稱。地點呢，正位於列治文市中心，步行即可到達 Richmond Centre Mall、Lancaster Mall 各大超市同埋餐廳。亦都可以輕鬆行到加拿大線嘅 SkyTrain， 可以直達溫哥華市中心同埋機場，生活配套非常齊全又方便。除咗地段方面，大廈本身嘅設施亦都非常齊全。住戶可以享用室內游泳池、健身室、桑拿房同埋瑜伽室、園林水景嘅花園、會議室同埋派對房，以及高樓底嘅豪華大堂，一入門就有酒店式嘅感覺。呢一個單位咧係一個車位，靠近電梯。呢一個單位咧亦都包咗一個私人特大嘅儲物櫃，買家額外付費係俾錢咧係購買呢個儲物櫃。呢個係獨立嘅房間，私隱度極佳，而且咧即使你願意俾錢咧，你亦都可能找到呢類型嘅獨立嘅儲物櫃嘅今時今日。呢個單位已經係全身重新嘅油漆，而家嘅單位空置咗，非常適合自住嘅買家或者投資者，隨時可以交吉入住。我哋而家就帶大家睇下。一入門，右手邊就係開放式廚房，配備石英石嘅台面、不鏽鋼嘅家電同煤氣爐。開放式嘅設計令到空間感更大。煮食嘅同時咧，亦都可以同家人、朋友互動。同客飯廳嘅自然連接，日常生活同招呼朋友都非常方便。客廳同埋飯廳呈長方形嘅設計，空間實用，擺放家具非常容易。無論係梳化、餐台定係收納櫃，都好好擺位，唔會有浪費空間嘅問題。客廳設有大嘅窗戶，自然光充足，令到成個空間更加明亮開揚。同時提升咗室內通風同埋整體嘅舒適度。呢間公寓配有空調、冷氣對呢個夏天嚟講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設施。由客廳可以直接行出露台，單位東向望寧靜嘅園景，非常適合燒烤、放鬆或者休息，嘆翻杯咖啡。由客廳行入去右手邊就可以通往浴室同埋主人房。浴室設有浴缸同埋花灑，配石英石嘅台面，設計簡潔、實用、耐用。洗衣房就喺浴室嘅前邊，日常使用都非常方便。主人房空間寬敞，可以輕鬆擺放 Queen Size 嘅大床，再加床頭櫃，加上全屋新油漆，感覺溫暖又舒適。睡房亦都配備空調，夏天都唔使擔心太熱瞓唔着。全屋實用面積586平方尺，戶型設計非常好，用盡每一寸嘅空間。實際行入嚟感覺比數字上係更大。而家你畫面見到嘅係虛擬佈置嘅示範圖，主要係幫大家更容易想像家具嘅擺位同埋實際嘅居住嘅感覺。例如客廳嘅梳化嘅位置、餐台嘅比例，仲有主人房擺放咗床之後嘅空間感。單位而家係空置嘅狀態， Virtual Staging 只係作視覺示範嘅用途，僅供參考。實際交樓時係唔包括任何嘅家具。購物同埋超市選擇非常齊全，包括列治文中心約6分鐘步行， PriceSmart 約6分鐘步行， Lancaster Mall 約9分鐘嘅步行，大統華 Superstore 88本中心短程步行或者駕車亦都係好快到達。
Number 3 Road 咧，附近一帶嘅餐廳選擇非常多，由亞洲菜、西餐、咖啡室、休閒美食到高級餐廳，真係應有盡有。學校配套亦都非常方便，約4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 William Cook 嘅小學，約8分鐘嘅車程就去到 McNeil 中學，而 KPU 咧喺列治文嘅校園咧係步行就已經可以到達。公共交通配套咧係非常方便。Richmond 嘅 Bright House SkyTrain 站咧約7分鐘步行 ，Lancaster Mall 嘅 SkyTrain 站咧約8分鐘步行。附近亦都有多條嘅巴士線可以直達列治文嘅市內、素里、新西文同埋三角洲，亦都方便前往 BC 大學、溫哥華同埋本拿比。附近咧亦都有唔少社區嘅設施同埋公園，包括 Minoru Park、列治文公共圖書館以及社區中心同埋各類嘅康樂設施。幫大家好快速咁總結一下呢個單位7大優勢。第一，15層樓嘅混凝土大廈單位位於市中心。第二，1房加書房加1個浴室，實用面積586平方尺。第三，東向遠景，環境寧靜。第四，設有冷氣，全屋新嘅油漆，現樓空置，即買即住。第五，1個車位加1間私人住宅儲物櫃房，約86平方尺，高度保護你嘅儲存嘅空間，保護你嘅私隱。第六，會所設備齊全。第七，步行可到 SkyTrain、商場、超市同埋 KPU 大學。我哋咧仲提供咗平面圖同埋 3D Matterport 漫遊、遊覽、公里使用同埋參考。如果你想揾一個方便、安靜、生活配套完善嘅列治文市中心嘅住宅，呢個單位絕對值得你親身嚟睇。想了解更多或者預約睇樓，歡迎隨時聯絡我。我係溫哥華 Remax 嘅地產經紀 Lotus Yuen。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